来看台南吉东线的中兴南路，常常拢有民众经过车辆会防堵破，有民众嘛铺相片伫当地社团来提醒无想到讲未少民众嘛捌拄过同款的代志，当地派出所嘛主动来展开调查。 来到台南东山区中兴南路顶头，遮毋但有超商，嘛有大卖场，平常时车嘛真济。毋过最近有民众骑车经过这条路的时，连啊敢若互灯啊突破，甲相片牵就网络，所发现伊毋是头一个。就捡到4、5颗，是圆形的，它中间有一个铁钉。对。 你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这样对？不知道啊，我觉得那个危险啊，我就把它捡回来丢垃圾桶。这咱袂当去讲推论啦。其实迄个物件看起嘛，毋知是啥物件哦。什么物件？迄是铁的物件，但是迄个物件，你啊车去搞着绝对一定破去。 民众凊彩行行咧，都会当捡到4、5个钉仔，而且嘛有民众讲，为今年3月开始，陆续出现受害民众。当地派出所接到通报了后，主动调查，怀疑是有人咧作业。本案根据脸书我是东山人提供之线索，本所积极侦办中，然后请民众有发现可疑，请立即跟本所联络，也呼吁民众勿随意丢掷疑似鸡爪钉的物品，以免处罚。 虽望警方主动调查，不过因为线索收少，警方目前敢若会当加强巡逻，嘛呼吁民众若挑工等危险物品，会违反社会特殊维护法。记者综合报道。